嗯，好来，好，伫新店会友拄着大昆虫，大昆虫，因的厝互人抢，地到无啥通穿，无通食，就走去山里觅，山里觅，嫁姜36家伫新店，互人抢。迄个嫁姜嫁生起来总共有36家的迄个意思。嫁姜原来是这个，这个嫁姜我来记起来，嫁生加总共的意思合作会吼。嫁姜，这个词敢有定定咧用？嫁姜，有呢，第二点有收嫁姜，应该有。好。即嘛人较袂晓讲，就袂晓安尼用。系啊，就无迄个概念。好，嫁姜36家伫新店互人抢，会真多呢，36家好。伫别所在，亲像三角影、下洲、大龙帮、鸡人、轮仔顶、歹人，这个歹敢是爱有鼻音？歹人，歹人也是拢有腔口哦，是有诶腔口有鼻音，有诶是无歹人甲歹人拢有，拢有人讲好。好，歹人，所以讲敢是有腔口诶是漳州腔。我毋知，我第一道听是南部人、台南来，当初诶安尼讲。歹人，好，歹人也来抢，好，迄时教会拍啥物？拍线去啊，拍线意思吼，拍线去好。有诶教过三见面啊，三见面啦，伊个应该是第三条吼，三见面。有诶教国三见面流目屎，有诶教。我即个教教敢是教位诶？敢是教位诶？迄个意思，有诶教位了后，搁三见面，教来三见面，搁流目屎安尼。可能是。有诶教。但是我感觉。就读不了好啦。安尼写是怪怪啊，系啊，毋是较完整，意思毋是较完整吼。好，有诶教搁有诶教搁三见面流目屎。好，虽然拄着困着，教会也徛在无放杀上帝。拜堂拆了。该牧师甲传道去新店，到位无拜堂，拢边队，因就徛伫拜堂诶队，毋是徛伫拜堂诶队，吟诗祈祷，世俗人为咧看。世俗人为咧看，不知奇怪，经过3年了，足紧诶，3年就过了。经过3年了，新店已经起新诶拜堂，教会阁兴起，了解。会友写批讲。虽然因互人抢，阁拄着艰苦，因诶家伙也阁啥物厚道。好，即个家伙了解也阁厚道是啥物意思？厚道。
我感觉伊的声调跟写毋对，应该是福岛才对啊。福岛是啥物意思？福岛就是恢复啦吼。但是因为伊写咧，我嘛毋知这啥物意思，因为声调完全和我所知影无共。哦，好好，我来看卖。福岛啥物意思？讲即个词。无。岛。啊，若福岛咧。福岛。嘛无。系啊。福岛，应该安尼才对。若是用白腔口、白音来看嘛，白声调，福岛。我找到的一个音是福是第8调，有中是轻声，有2个舌连二胡，岛是第3调。对，福岛。福岛原来是这个我之前拢无听过这个词，毋捌这个词。恢复。加血福岛。冈山福岛。因为伊讲是轻声应该就第8声读本调，福岛。所以是我读毋对啦吼，福岛，福岛。可能是因为我定定拢看汉字吼，我就安尼读。结果毋对。福岛。嘿，福岛。好，记好，加血也个福岛。我知影伊安尼写应该是因为伊用用变调，毋是用轻声，所以讲就无写本调是第8调。好，不要紧。歹势，有一个好。后壁继续吼。Hello， 敢未听着？好。上帝，上帝有听痛音，毋过我是应该是读轻声，就是听痛音。听痛音会使好，就有听痛音。伫国人有一个热心的信者，名叫和尚所。和尚所。对，和尚所。伊看见人要抢拜堂，竟将拜堂的礼纸包伫手巾。礼纸敢就是纸的意思？报纸迄个礼纸包伫手巾，绑伫身躯，也是绑伫身躯，应该是绑伫身躯，读本调吼，绑伫身躯。也是绑。这个绑爱绑伫身躯，所以甲爱变调，绑伫身躯。但是这种读法是绑伫身躯。照例是，嘿，系啊，就我伫想讲，为什么我读变调咧？也是绑伫身躯，系啊，就变调啊，踩伫遐，系啊，变调合理啊，就是你徛伫遐嘛是有变调，坐伫遐坐嘛是有变调，坐伫虾米代志，所以讲绑伫身躯，绑变调，合理，绑伫身躯总是和兵敲着了解，和兵敲着了解，敲着，敢是爱变敲着，
超找到的意思，吼，超到煞好。我会读，当然是我会读。轻声吼，轻声吼。嘿啊，我嘛是感觉啥物调较轻声较顺，应该是杜雄吉会读轻声好。河边敲着，敲着，煞好音煞敲着哦，河边敲着，对，河边敲着，煞好音用刀哇，用刀拍真忝哦，搁有即个忝出现啊，拍真忝，好，真歹好，二纸搁提起，嘛是轻声，二纸搁提起好。你要后毋是轻声提起，是音提起，提起音啊，毋过提起，提起。你要读本，你要后壁读轻声，你头前得读本调。嘿，啊，若是无读轻声，就是提起。嘿，好，了解。所以讲，咱附上是袂读轻声，拢是读变调，提起。这一般我会读轻声啦。提起。哦，所以讲你是啥物物件，你提起安尼？对。提起。哦，一般咱会读。附上较食会读轻声，好啊，记得。提起，好，这大长长的，你敢若来读一遍？啊，你若无爱读轻声，就是读，就是拄则变调提起。好。后来我来读一段吼。伫新店会友拄着大群众，因的厝互人抢，地到无衫通穿，无通食，又走去山里面，计共36家伫新店互人抢。伫别所在，亲像三角影、下上洲、大龙帮、鸡人、轮仔顶。歹人也来抢，迄时教会拍散去，有的教，阁三见面流目屎。虽然拄着群众，教会也徛在，无放杀上帝。拜堂拆了，该牧师甲传道去新店，教位无拜堂。拢变地，因就徛伫拜堂的地吟诗祈祷。世俗人为得看，不知奇怪。经过3年了，新店已经起新的拜堂，教会阁兴起。会友写批讲，虽然因互人抢，阁拄着艰苦。因的家伙也阁福道，上帝有听通因伫过人有一个热心的信者，名叫何尚所。伊看见人要抢拜堂，因将拜堂的字纸包伫手巾，绑伫身躯，总是。互兵敲着，煞互因用刀拍真忝，字纸阁摕去。好。OK， 伊即只讲一寡所在，你大约有概念无？新店。我爱敢若进前拢有出现过，像迄个三角影、回上洲，阁有大龙洞。三角影就是三甲啊，吼，即嘛叫三甲。系啊。就伊伫新店南边。哦，好。是足瓦群的啦，吼，你若你可能甲毋知小林八姐，因为阮太太因后头伫个暗天啊，就是伫遐嘛。哦，是伫三甲哦。所以我较早。为等于后头的时，我常常拢经过三甲吼，啊经过即个，有时我就经过遮。好。我超工行即个台山线第三线吼，啊，就会经三甲、三角影，即只台山线，而且我当然
当然主要是要行是行爱行即个国道3号的吼，但是我有时我会行即个台山线，经过南极、三角影啊，暗坑仔伫台山线伫对，食新店中和暗坑，我煞无看暗坑啊。会使哦，车一个。看起来迄个风景袂歹。有影我早无看。哦，这吼，伊无飘出来，我煞毋知影倒位吼。即个位也是暗坑啊。好。啊，新店伫遮嘛吼。OK。嘿。啊，你会当看即只拢青色的，这是山。这拢山。啊，所以拄则讲，因这去用抢了后，走咧山里边，都因为伫山边尔。就是有来伫我无想知伫倒，或者就是山，就是有来伫遮嘛，走入去即内底吼。路敢若即条尔啦，无几条，啊无就是即条我较毋知叫边啊，即个我毋捌行过吼，这边去有来吼。所以你拄则读，那你若有地理概念是读过知，我是一读就知啦。你可能较毋知，你就读概念。所以伊拄则讲这故事安尼看就知为虾米会走山里啊？伊会讲到这寡所在吼，伫北所在亲像三角影、下象洲是泸州吼，顶回捌讲过。大龙帮是大龙洞吼。啊，龟人轮仔顶我都袂记啊吼，轮顶。我记个大埔一个所在叫做中仑啦，我毋知是毋是和遐有关系。中仑啊，中仑的。中仑有中仑有，就是嘛是较老的，搁有一个市场叫中仑市场。轮仔顶歹人也来抢吼，所以这就是附近的所在嘛吼。就讲三角影就是搁较南边一撮啦，啊，下象洲就泸州吼。是。泸州敢若是到位啊嘛，我记得是遮嘛吼。泸州就一支啊，也是讲伊这本来就一支啊，十六路啊嘛，新店伫遮，泸州啊，贵人伫遮。拄则甲你讲啊，是讲啥物所在都袂记。讲甲地名地理。暗坑三角遐三顶，三角中仑啊，中仑啊，中仑，我要甲你讲中仑，中仑哦，对，中仑迄个所在，其实我身边人是袂知啊，但是较早吼，迄个较早的即个，叫做啥物客运，就是台汽客运吼，要安怎讲？走抢有印象，你之前有讲过，就是线拢客运拢抢管线拢伊上尾站伫遐啊，所以阮较早我看抢管线，迄个啥物金马号，啥我袂记啊吼，我伫迄中心号迄种中型号，因顶头拢写，比如讲新店甲中仑，尾站是中仑。啊，其实我毋知中仑伫对，中仑伫对，你敢知？中仑就是知影，我进前有，就是你敢知影有迄个小巨蛋？就是台北的迄个中山区，中山区遐有一个市民大道，敢是安尼讲？市民大道迄条路大道是市民大道加迄个有一个我看卖吼，要安怎讲？复兴南路。复兴南路。我无介绍，就是去附近的遐，我嘛是毋介绍，啊，毋过就是有去过遐附近安尼。啊，有一个迄个台北体育馆，台北体育馆。台北不是体育馆，是体育场，运动场，敢是安尼讲？运动场是，就是有一个台北小巨蛋运动场，你有看到迄个长庚虾米哦？
长庚就是就你的画面有对，迄附近安尼左边你的右边有一个长庚医疗财团法人纪念医院。哦，你说那个中基边伫遐，叫一中基边。对，有台北田径场遐，因为我有一档的疫苗，咁是注射是去遐附近。系啊，我就搁有进前有甲朋友去遐看一个也是啥物，所以讲迄个时阵才有印象讲哦，原来即个所在就叫中仑，甲朋友去迄个中仑市场食物件安尼。我真正毋知影中仑是啥咧，我较早迄个地名特注。就是你坐客运落车的所在。我是毋捌伫遐落车啦，因为我拢伫台北车头落车嘛。哦，是系啊，台北车头较老的啊，较方便。我都毋捌坐到车来。是，我就讲一个轮仔顶啊，想。系啊，轮仔顶遐应该是较有，嘛是老底有人有历史发展的所在啦，有迄个居民安尼，呵。歹势，我今仔日就读到遮已经8点。无要紧，今仔日学着真侪，嘛是讲着真侪代志。好，啊，就下礼拜继续，好。67呀。67呀，后礼春一抓，后礼拜尾67呀，上尾抓开始吼。好 ，OK。好啦，安尼阮这边等你过迄个感恩节。对吼，所以讲你母啊，甲查某囝咁就是感恩节啊，对吼，你放假，所以讲你今仔日嘛是无上班。哦，好。我拢嘿。好啦，下礼拜再见啊，再会哈。好，下礼拜再会，多谢。好，多谢安安。好，晚安。